新竹的台湾，逐年4、5月也是花金菇季节。过去2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游客减真济。今年上款传礼品要来请游客，不过却等着可欢。今年花金菇会减真济。花金菇在暗蒙蒙的环境中，一时一时看起来特别美丽。4月到5月是欣赏花金菇上好的时间。新竹县内湾，逐年拢会袂少的游客来遮佚佗。今年内湾商圈特别甲活动结合在地摊商，准备好势要来欢迎游客到位。你买200块，然后我们就送这个内湾萤火虫限量口罩。我们有40几家的配合店家，然后他们都提出了一些优惠。那如果下载 APP， 然后只要过了6点，然后大家都可以享用这些 APP 的优惠，这样子。今年呢，因为可能2、3月的时候干旱，萤火虫缺少食物，所以我们目前观察的情况呢，萤火虫是大概稍微晚一点出来，所以我们预计最大期应该会做在5月初到5月中之间。今年因为可欢雨水无够，也去牵着欣赏花金菇的时间，而且花金菇的数量比过去有减少的状况。食物的来源，比如说蝸牛啦，或其他的食物减少，所以萤火虫呢的幼虫呢就数量就减少很多。那这种的天候的状况呢，的确是在过去很多年的统计里面呢是看得出来，会影响到隔年的萤火虫发生的这个数量。我想这个是跟气候是有关的。提醒民众来湾自这礼拜开始到5月中，每天的下晡5点半到8点半有交通管制，而且请民众要特别遵守欣赏花金菇的规定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